結婚娶老婆咧喺以前咧係人生嘅一件大事，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咧，好多人到咗結婚嘅年齡，甚至30-40歲啊，依然係單身光棍。喺第7次人口普查睇到啊，我哋廣東嘅光棍人數咧排到全國第一，達到驚人嘅773萬。咁為咩嗰啲人唔結婚呢？特別係男仔，你冇樓冇車，學歷低又冇存款，女仔根本睄都唔睄你一眼，冇人中意，真係冇辦法嘅。作為男嘅，我都話血肉之軀噶嘛，都有7情6欲噶嘛。所以喺呢幾年咧，我哋國內甚至係廣東有好多傑出嘅後生仔咧，思想開化咗啦。全世界有70幾億人咁多，我娶唔到陀地嘅，咁我咪娶個鬼妹咯。特別你睇到啊，我哋隔籬嘅日本仔，嗰啲日本女人啊，見到老公翻嚟，又彎腰又低頭，又要整埋拖鞋，做老公啊成個大爺咁樣。作為一個男嘅，你頂得順咩？你喺國內有呢個待遇咩？而且啊，好多東南亞、歐洲嘅國家，你娶個鬼妹翻嚟啊，根本就唔使俾禮金，又唔使買龍鳳鈪，又唔使買頸鏈，就好似孟加拉同埋印度嗰啲啊，你娶佢翻嚟咧，佢仲要倒貼嘢俾你。嗱，你話幾好啊？所以咧，好多中國男人開始開化啦，娶唔到陀地咧，我就娶鬼妹。俄羅斯啊、烏克蘭啊、意大利啊、英國啊、越南啊、老撾啊、印度啊、巴基斯坦啊，就連非洲嘅都有。有數據顯示，直到2025年，全國娶鬼妹嘅人數咧，足足達到70萬，即係有70萬嘅鬼妹咧嫁到嚟中國，嫁俾中國男人。所以今年仲係光棍嘅你啊，唔使晦晒氣咁樣話，下半世咧就係靠打飛機過世噶啦，去娶翻個鬼妹啊嘛。